大家好，我係米哈，我係一位寫故事嘅人。我閱讀，所以我存在。咁我有種愧疚，就係喺學院裏邊，我淨係講咗文藝嘅好同埋浪漫，但係冇講到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嘅現實。咁因此，我想去寫一本書，係幫到我自己以及曾經因為我嘅可能一啲説話或者一啲課堂而成為咗文藝工作者嘅即係學生啦、朋友啦，去揾到自己一種好穩定、安穩或者健康一啲嘅方式去經營呢一個文藝工作者嘅生活。意志力從來都係一個類似神話嘅形式喺我哋嘅文明裏邊存在。靠意志力係咪就能夠成功呢？我一路都懷疑嘅。你要改一個習慣，唔係靠意志力，而係靠你點樣去培養自己一個，例如新嘅前提，去令到產生新嘅習慣。舉例，如果你想鼓勵自己能夠去出門跑步，咁其中一個要做嘅唔係通過意志力，我要去跑步啦，而係可能準備好你嘅鞋，準備好你衫，擺咗喺你嘅床邊，然後一起身就可以換，甚至根本就係着住嗰件跑步嘅衫或者褲去瞓覺，一起身着對鞋就可以去跑步。通過改變一啲前提，令到更容易去做到一啲新嘅習慣。咁我傾向於相信呢個方法，即係好多時候人會拖延，原來唔係我哋懶，而係我哋好介意或者我哋好睇重一件事情。嗰件事情越重要，我哋好可能會越拖延，因為我哋怕做得唔好，我哋怕犯錯。原來係一個正面嘅東西，但係產生咗一個副作用，去將呢個正面嘅原因導向翻一個正面嘅方式。舉例，去放輕翻完美主義本身啦，去接受自己其實每一次嘅創作又好，去做一個 project 或者去一份任何大小嘅工作任務都好，其實都未必要追求一個最完美嘅版本，而係一個過程不斷去修正。書名從來都係喺我嘅創作過程裏邊係差唔多係最後階段先會出現。龍蝦係嘛，即係同埋西蘭花嘅意象究竟係咩意思咧？咁就留待大家翻嗰本書，咁裏邊係會有解答嘅。